南投埔里的水质规站一路以来如果有名，无数多污染的山泉水是埔里农业的宝贵资源。为好水让种的好为保顺，也因为安尼过受欢迎。埔里镇cam山嘅一线地，使得讲贵庄人如种保顺。如果多农民呢，如多事业，农村过欠人力。按照有45个后生人留守贵故乡去耕种，也睇想讲按用来提家乡发展。伊能家庭行有机一条路，也想讲要屯状况打造做有机生态村，上个多后生的贵故乡。途经7号位7排的병熱滾水地度通過連上梧桐水、병熱硬果、토마토、酸梨子也掉，特別作為客家點心最好嘅。也係客家嘅通氣。也係埔里鎮一成立山里村巷嘅一間咖啡廳，無論係傳統嘅客家點心，也係面食也掉，都係就是人寫啲麵肉親手做嘅。食飽嘅，客家會掉一杯當香嘅咖啡本人特色。啲麵肉本但冇想到有一日會開咖啡廳，條擺加掉係種蘭花來落實。為咗成員嘅啦，吼，咱都要做阿公阿婆啊，哈，啊為咗成員咧，啊為咗大家，啊嗰倆社區，吼，啊想講，推動有機，對大家都好，啊所以。把原来的種蘭花該吼，該弄個鋪腳的啊，弄個鋪腳鋪一道啊，俺自家就該弄就種杜啊，吼啊種杜偏都死鐵啦，係真緊的，啊所以俺就想講吼，按你自家就該練練，啊就做有機的。巴登個草葉本身呢包到球球，點點的啲咖啡樹下嚟個草的，為了配合。不讓貴種咖啡嘅想法，就添結13年負責幾隻咖啡園嘅管理工作。為了種有機咖啡，就添結即係講做到一辛苦，但將係草嘅果土，再做好動作。就你講有機認證哈，草我們的拍條搭，啊肉豆哈，肉豆就上嗰個肉很難拍，肉豆冇拍，肉豆就上嗰個啲路行哈，因為啲導覽啊，拍下搭。啊，cái地背吼，我拍下個就保護cái咖啡吼，莫不以按腳走睇啦。咁變咗講，要坐前面吼，提點要坐cái衝嘅，佢變咗講要識坐，佢唔係直接食咖啡。咖啡樹種下以後，去到第5年才做得開始摘。認證咖啡豆開發打果子嘅時間冇停錯，故所搶做咗用人工一粒一粒嘅一摘，到到太出嘅時節，主婦人採樹嘅熟土，單負唔出咖啡豆變紅轉熟，摘下來過後，要一杯一杯嘅加工脫出來，當做得配出當香嘅咖啡豆。這個是18木的。種咖啡還好啦，但是多工啦。呢兩樣嘛多工啦，呢摘魚袋咖啡要會脫皮，嗬，加人不脫皮脫了後，要會浸，會被發酵，會發酵了後，按照天熱讓細姐啊，咱人拿來曬，啊曬走之後。因為我曬差唔多，那場咧天氣差唔多曬2禮拜哦，2禮拜就會走。啊走後，啊人拿台嘅味道裝來。因為按複雜，就添幾種嘅阿拉比卡咖啡，受到當好嘅評價。咖啡園一場粉冷貼，抗太多嘅冷貼，行開嘅咖啡塔，買咖啡傳點。本來就想講，從啊下擺。冇想到講今日要賣咖啡啦，啊種其他嘅啊種啊薄米呢？薄米嘅時節就是想講，按到因來食咖啡啊貴無下，錯價是啥啊錯唔到，咁樣是個咖啡湯啦，哦。
安样是个竹木。个就老老会讲吼，因你一家如某人学落的时阵吼，因你有一家享受啦，吼。俩咖啡条，我有想讲的，一家卖哦，无本家总盘商吼，本机着伊着卖的，因你唔滴佢用慢卖啦。我想讲吼，本喜欢咖啡的人，来到这个园区啦。我们去看一下有机咖啡园的咖啡哦。上一本好食咖啡的人，也做得享受一个有機咖啡園區。李明玉還不少帶人客到咖啡樹一看啦，大家都認識咖啡樹好順康的生態環境。我們這個草都不批嘛，哈，就是要保留生態。如果把草批得乾乾淨淨的話，那個生態呢，它就會沒有辦法在這邊生存。事實上，對越來越多嘅人客唔單唱戲，凊彩行看看啦，農場體驗一邊做生土里行程之一。按世間嘅咖啡塔，根本無法把本人客帶得久。故所李明玉一留附近嘅農場合作，將今日一到人客，做係一個高順農場從人帶過來嘅。只是說來我們茭白筍可能一次兩次就無味了。那如果我們跟其他的農場做點對點的話，會讓它這個遊程會更豐富性，然後也會有一些故事性。最味道嘅本人客帶久一些的，所有嘅行程都需要匹配設計。本人客做得帶動嘅東西專業，除咗都係親屬嚟做泡菜，啲高順合作嘅生日蛋糕北圖外，將故鄉嘅後生人林友成。一頭高順種較老一些的，人客就做嚟落田一次看啦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你覺得拔不起來，對不對？你就左腳動一動，右腳動一動。對，那個茭白筍其實它是軟軟的，所以你不要把它當成拐杖。就是那個水涼涼的，然後很多浮萍。你剛剛是不是差點跌倒？對。為什麼差點跌倒？就是裡面的那個泥土都會絆到我，然後就會跌倒。落田過後，參觀到人客連行路都艱難，可以拿啲竹棍嚟撐啲呢。一時節連邀請就會開始收集高順嘅成長。茭白筍是經過那個菇黑穗菌蟲大。茭白筍它其實不是筍，它是跟禾本科，它跟稻子是同一個兄弟。行家會特別收集田地都會開蟲、復蘇羅，本人客田入。用嘅作一條福壽螺。那福壽螺寶寶都藏在這個下面，可以找尋到。像我們就會起看的時候搖一搖，晚上的時候福壽螺就會爬起來。晚上它是因為它是夜行性動物，福壽螺，有沒有看到福壽螺？你搖一搖之後，它的福壽螺就會跑起來。我抓到了，有哈，對，它就是小小隻的，像這麼小，你看，有沒有？你有沒有看到？我剛剛就看到了。所以一個福壽螺的蛋大概會產出100-200隻的小福壽螺。我幾乎都抓軟，因為現在那個福壽螺比較小顆，比較難抓。現在林友成嘅高順經營轉型做唔少農藥流化學皮嘅有機耕作。福壽螺做嚟講係最大嘅蟲害，可以用1段時間來做，希望做無幾多嘅高順好渣。ก็สมังล่ะเดี๋ยวเอาบุเดียวลงมาเลยก่อนเลยส่งตัวให้ผมไปวันโรยให้โรยหลังมดทุกไทยเราที่เดี๋ยวแค่ใบกี่เป็นชีวิตบางโบส่วนบางเอาบางยุ่งกี่ใส่ไก่สิไก่กินไก่กันปูกันปูน่ะ不会是天กี่เดี๋ยวโบส่วนยุ่ง是โบส่วนน่ะ怎么去问到呀？因为农夫很容易就是说，他的虫害越高，我就想要变成又回到惯性了。那如果说你来帮我除害，然后尽一点力量，那我们相对的，我们农夫就少用一些肥料、一些化肥嘛，用这样子的概念下去做一个环保的议题。好吃吗？很好，有没有好吃吗？这个跟这种。因為係用有機摩托嘅方式嚟做，人客啲田地度要做得食到最齊嘅農產品。割茭白筍跟吃茭白筍還真的不一樣，因為割茭白筍還要去看它，好了還是沒有好啊。現割的話，因為它這邊泉水很乾淨，剛好可以直接吃，我覺得很不錯的感覺。對小朋友來講，也是一個很新鮮的一個動作。
做得现摘现实，再讲係有機農場嘅好處。中國用慣行農法嘅農場，多少有農藥殘留嘅風險。30-40陳新豪所經營嘅赤埔嘅農業，也係用有機嘅，一方面迎合親身來到呀。小顆的，那我們可以從這邊直接從這裡直接採起來，這樣採起來。就用指甲。對，用指甲砍開的話，嘿，這樣子我不要用剪刀，剪刀會有那個菌啊，或者一直圍這樣。像一份天嘅赤埔嘅葉。係歡迎迎客來亞集，陳新豪味道嘅就係要收集農業的自然生態。我們這個草莓園哈，就是旁邊呢，你看有很多蝴蝶，然後我外面那一區是自然農法，是相生相克的，所以外面那一區只有整枝，然後基本上我沒有管那些果樹，就是讓它有天然的掉葉，讓它去分解，然後土壤就會比較肥沃。將笨蛋用來寫高順嘅水池。一下就變咗延期嘅生態池，生態池都唔單搶上年嘅蓮花，來也用一個有名嘅怪以外，是學習氣候農法專業嘅陳新豪認為，自然農法還做得更淡。在池子下方，它會因為葉子，然後掉落到水裡面，然後它會分解成類似像土壤，然後就沉到水底下，所以當你有很多菌，所以壓下去的時候，下面的那個土壤就會啵，空氣就跑出來了。所以我從這裡才認識到，原來說，做自然農法，原來是要靠葉子掉到地上分解，然後土壤鬆軟，有菌有活化，然後它就會產生吸碳能力。迎合式的青樹雜嘅赤埔嘅，也是天然式的赤埔嘅鹽嘅生態。陳新豪認為，消費者對農民有嘅信任，還有機會變做老主顧。中國陳新豪爭轉來轉型有機嘅世界，就因為農產品無奈好賣，一艱苦。那時候爸爸配合我，然後種有機，把菜種出來了。可是種出來之後賣不出去，這是我們做有機其實最大，我們以為說種有機就好像是可以賣得出去，其實不是這樣子的，是沒有人知道你的話，那這樣我種出來的東西是沒有人要的。無為事業最難繼續做農。是因為無收入，也以煩惱嘅獵民藥，當地也係農民轉型嘅時節最接觸到嘅問題。一下咖啡糖所需要嘅食材，除咗自家種，也都留菜地嘅有機農民來買。因為店行買嘅東西吼，攏係講有機農夫，佢到愛到行到伊辛苦啦，愛想講要跟他鼓勵，哈。就是讓他走得下去，這樣子哈，就想講因為店行買的東西哈，弄種有機的哈，把這個理念帶給大家，然後讓他們都做得講緊行緊人，唔係講行唔係下去，就天鐵啦，咁樣當大上啦。因為啲小農係講搶係自家嚟做。無論生產也係行銷，都會受到限制。合作爭做得相幫相聽，尤其係做得數據點、水源頭，還係重要。要夾沙啦，夾沙要你嘅觀念，佢講會改變啦，吼，講要慢慢的來啦，冇法度講一下都弄種講大家做有機的啦。要多伊當然講佢唔啲講有機按樣慢做，就係為因為先行慢慢的做，做本機掉困。我們守護水源頭，好像我們這邊我們是山泉水嘛，那守護水源頭，然後再來守護住湧泉區，然後像有一些農場有機農場是獨立水源，把這些第一波的人馬先守護住，尤其是上游，守好之後。接下來，我們在推第二波的時候，就可以從中游開始接起。爭轉到保利來做農場嘅整體肉，都好做啲零油層尤其高酸甜嘅水米，直接挑河壩水，農場一些嘅農藥嘅危險。本身我是引溪裡面的溪水進來，其實包含還有一些井水。那我們的田區裡面，它有一些有的田，它是本身它是會。那個冒湧泉的，因為他們上面是種有機的茭白筍，他們所下的一些肥料都是一些有機的肥料，
对，那所以说其实对我们的水质来讲的话，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。林有成就认为，一只点一只点的有机农户，天天的扩散到规则社区，后生人转到故乡来做农，有个生存的方式。外界也唔会常注意到，社区有一个总台常识，大家会注意到，也是一个抗击养生的生态村。串点下来，大家都能够生存生活，来到这个社区，然后又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来富裕我们的田区的一些动植物啦，原生种的动植物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社区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意义，以及就是非常非常跟别人的独特性就不一样。就算总台常识係全國實體景點之一，當然上嘅幾百萬嘅觀光客來拜訪，30年來到也幾所在嘅總頭，一群有機嘅小農，當地天天嘅串聯，唔但將可為一線列帶來生機，還可為生態多做一些咧。